报。明仔载这个雨就会较停，刷落来入冬以来上强的一波冷空气会来到位，讲礼拜日的暗时到后礼拜一会上冷。控块地区甲外岛马祖会降到剩8度，若耶诞节3000公尺以上的山顶有机会来落雪。今仔日是冬节，咱就为冬节圆开始来讲起。冬节圆一手圆，圆赚大钱。自己今年汤圆吃了没？还没有空，没有时间吃。就卖汤圆的自己没时间吃了。卖圆仔的家己无用食圆仔，为着今仔日冬节大团圆，透风落雨嘛要排队来等圆滚滚的圆仔。冬节落大雨，规工全台湾拢真湿冷。自雷达配坡图来看，全台湾拢有落雨的信号。气象局针对中部山区特别发布大雨特报，俗语讲冬节落雨一冬前，冬节若落雨，安尼规个冬天拢会是好天，这话也讲袂准。毋过明仔载了后，确实较袂落雨，干那北部、东北部较会落雨。耶诞节的暗暝，耶诞老先生甲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嘛炸来啊！星期六，冷气团正在影响我们，各地越晚越冷。这波冷气团再来最冷的温度是在星期天晚上到星期二清晨，马祖地区8度，金门、中部以北、东北部是10到11度。因为这波冷空气有水汽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耶诞节敢有可能会落雪？就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这一段时间，目前看起来，如果温度和水汽真的如我们所预估配合的好的话，这个耶诞节无一定有回落来走，不过真有机会会落雪。